他是新来的医生。新来的医生？吴个位医生刚做胃药别的。胃药？哦，有个黄毛丫头，你来这里造反啊？去！还真是！哎呀，昏过去了！娘看！要梅医生，我老婆怎么样了？啊？总算挺过去了。大女，你听，这粗地的声音多么好听啊！新生命将生见。有梅医生，你须是孩子的恩人，将来长大了，孩子都叫你娘姨。哎呀，来，小乖乖，快叫鸟妹娘姨。娘姨，
家里穷，搿是一条毛巾，10个鸡蛋，2块墨鱼罐啊，小意思。哎呀，小意思，小意思。哎，你拿着，哎呀，拿着。越没医生，越没医生，哼，不就是越没娘姨嘛！我告诉你，你刚才来的时候，这桩事情我已经做了一半，你呀，只做了另一半，所以这些东西我们应该平分。不过你刚才推了我一把，我头都撞破了，哎呦！刚才人命关天，我一时心急，请嫂，对不起啊。对不起哟，对不起有啥用啊？好吧，反正你是个黄毛丫头，我就不去政府告你了。哎，这条毛巾我要包着伤口。请嫂，接你。哎10个鸡蛋我要补身体的。也接你。那么2块墨鱼罐呢？都接你。跟我差不多。小娇，请嫂。原来啊，他是为了采劳而来的。你呀，抢了他的生意。这怎么会是生意呢？这不是生意，是生命。刚才啊，要是晚来一步，2条命啊就危险了。让我再抱抱我的宝贝儿子啊！她女是个女儿。啊！这怎么会是个女儿呢？哎呀！天哪！玉梅娘姨就是我的母亲，大女家的女儿是我妈妈亲手接生的第一个婴儿。从那时起，海岛上出生的婴儿没有人再照顾接生包。好多年过去了，与妈妈接生的婴儿数都数不过来。好多年过去了，妈妈还是海岛上唯一的医生。我是全科医生，什么病都看。无论刮风下雨，逢年过节，妈妈每天都出诊。海鲜相遇6个小岛，妈妈总是乘坐一只小舢板，今天到这个岛，明天到那个岛。毕竟这么多的病人，只有一个医生。在岛上，老人、大人、小孩都叫他娘姨。半夜3更，我在梦中经常听到楼下有人喊娘姨娘姨，就知道一定是雨生病了，或者是谁家的孩子要出生了。紧接着一阵急促的脚步声，妈妈下楼出门而去。嘈杂的梦乡，孤寂的童年，失落的墓碑，我好似浮沉的船儿，为什么乡亲一句他都不言？为什么女儿鸟心他们世间？这一生是娘姨临身旁。
我却是儿。我却是反，我发了噻。起来快赶上千年老娘。千年老娘。今天算了呀，我血压日夜高。我吃不落，我困不着。吃不下，又睡不着。又没让你层层去，渔船纷纷地跑跑，盼他回来早，让他教教这浑身的毛病呀，他去落荒塘，哎呀落荒塘。仔细喽，快要跑完喽！连山千岁，也不好海风桥旁，浪花喷一天桃遍老堂，不觉太阳落山了。临餐不早提前，新生儿终已了，忙碌时不觉来烧起枪事，断弹指弹平官都为真奈何穷皮箱面断肠，看蓝天起早，满天起早，看粼粼葡萄，粼粼葡萄，为什么心中特用不想着？难道是一场风暴又来回来了？侬帮我量量血啊！借我把个嘛，好好娘姨，哎呀，借我开点药。好，哎呦，当心！哎呦，我肚子痛，小千我好像有点发烧了。没发烧啊？我胃痛，快叫我看药，牛妹娘姨。我是你的娘。你哪里是我的娘？整天不着家，有你这样当娘的吗？小千，小千，哎呀，鬼丫头，瞎胡闹！冬瓜，冬瓜，你给我站着你！站着！冬瓜，你站着！站着！
边又让你弟弟在我儿子大喜之日来家里闹腾，趁我个没得你到底想干啥？青嫂，冬瓜是冬瓜，玉梅是玉梅，你不要在牛背上放马儿好不好？陈乡长到底出了什么事了？玉梅呀，刚才真当是危险了。玉梅，听家人谈婚宴，正在备战交出间。他船出冬瓜，水举菜刀红着眼。见人一人胡乱看，差点让人好断。精神分裂一直烈，玉梅啊，抓紧治疗要团圆。阿青嫂，我弟弟去你们家添乱了。哎呦，什么添乱啊，简直就是捣乱！兴王啊，你这个当继父的啊，改天上门到丁丁家备个礼，道个歉啊！应该的，应该的啊！好了，没事了，大家散了吧！阿金嫂，散了吧！对不起啊，对不起啊！好好滚他了哦！哎啊，好。阿牛妹，阿姐呀，丁丁不要我了，不要我了呀！不要我了！冬瓜，丁丁不要你，阿七要你，好吗？阿姐，丁丁不要我，阿姐要我，阿姐最好了。丁丁不要我，阿姐要我，阿姐最好了。阿姐最好了。冬瓜，跟阿七回家。回家。回家喽，回家喽。哎，玉梅啊，冬瓜情绪稳定点了吗？接他吃了安定，睡着了。哎，冬瓜和婷婷分手都5年多，整个人变得有痴有爱，像毛头一样。今天发作啊，真无风了。我这弟弟呀，用情太深，追不出来了。哼，这婷婷也真是的啊，这好端端的就把我们的冬瓜给甩了。但对象分分合合，没有谁对谁错。可这样下去总不是办法呀。那你说怎么办呢？
今天不出人命啊，已经是万幸了，不是送进人民院算了。不，这万万不可！你把冬瓜留在岛上，就像买了一颗定时炸弹，总有一天呀，不是伤了别人，就是毁了你自己。冬瓜留在我身边，细心治疗，这样他也安心，我也放心。你早出晚归，哪有时间照看他嘛？再说我也没有那么多精力嘛。你不是已经职责在家了吗？我职责？我为什么职责呀？还不是为了赚钱养家吗？为了这个家，你受累了。你当医生就这么一点收入，我们家缺什么用什么。哦，我正好有件事想跟你商量呢。什么事？我想举家搬到远镇去。搬到远镇去？牛妹，沉默心，两情沉默心。我更深做点小生意，给人家境真。只为了小钱生育上处送良好教育在园里。更风风沙沙伤不起，从此离开仙岛，兴许不再受刺激，这真是两全其美计。得有理，可是现在我不能离开这个岛。为什么呀？当医生哪里当都不是一样吗？不一样啊！我这离开岛上就一个医生也没有了。对面横床岛有个陈老伯患有高血压，我不能丢下他。隔壁李阿婆糖尿病好多年了，都是我去当针，还有那么多孕妇都和我一好了，要我去接生，他们是信得过我。信得过你，信得过你，缺了你，地球就不转了。信我，还是等岛上来了新医生，我再调理，好嘛？等来了新医生啊，怕是后年马月了。这个穷地方，谁肯来呀？
那我总不能撒手不管吧？要知道，这个岛上要是连一个医生也没有，这太可怕了。幸我医生的意思这么写，外面一个门框，里面一个死，就是说遇人生病了，当医生的就应该像箭一样飞出门去。好，你飞出门去，我离家而去。你什么意思嘛？你留在岛上当医生，看好你弟弟。我呢，被小牵到远征上药，也只好两地分居了。你说什么？除了分居，我还能怎样吗？10多年夫妻夫婢女10多年夫妻两心我算分居10层口，他算分居，为我分居是离婚的前奏，痛苦的开头。难道说从此到我桥上走？苦海茫茫一阵，心乱似麻这层层，只怕一发不可收。一旦破镜重圆难，只怕覆水不可收。求求你不要走，敬我一点雨的泪。老公，家是女人避风塘，我只望一家和睦乐与什么好听？什么家是女人的避风港？我看这个家就是你的旅馆。你早晨还为旅馆吹嘘，你从来不为柴米油盐，离不薪水常为平稳打不平。亲生女儿已经离了言语，今日送她去药药，今日带她去教育，可怜她梦中暖暖还不清。泪水哗哗渗透。这样的日子我已受够。是时候过江过水过石榴。妈，当医生为什么非要来在这个岛上？就因为人家叫你是娘姨。小姐，你不懂。不懂，你知道娘姨在鲁迅先生笔下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女伯人的意思。好吧，你就好好的当人家的女伯人，我跟爸爸去完证，再也不回来了。小姐，你。
深深喊我真相长，其实我是个副乡长。副乡长就是我真乡长，真乡长就是我副乡长。今天叫我真乡长，明早喊我副乡长。不管是哪个真乡长，还是哪个副乡长，要管的事儿一箩筐。这大事得风共享，预算会岗。这小事鸡毛蒜皮里短家常，最对痛生老病死医疗保障，医生们不肯主张这个穷地方，苦了六妹好娘姨，起早团会不停忙。今天是乡里整理卫生院，我政府乡长带头来鼓掌。真乡长，我鼓掌为什么事体嘞？哎呀，我为了你们的有美娘姨，她不肯离开县乡，不记得是关于担当，关于担当。哎呀，刘梅呀，哎呀，来，你来的真好，哎呀，乡亲们啊，从今天起，我们海县乡终于成立卫生院啦！下面我宣布乡卫生院领导班子和各科室主任哎呀，院长吴六梅，哎呀，妇产科主任吴六梅，哎呀，内科主任吴六梅，哎呀，这外科主任嘛，哎呀，吴六梅。陈乡长，怎么都是我？就我一个人啊，完成了卫生院，做什么哎呀，不急，我还新来了个护士兰芳，哎呀，兰芳，有美娘姨好。好，来了去好。哎呀，兰芳啊，从今天起你要叫他吴院长啊，叫什么都一样。不一样，18年前我是娘姨亲手接生的第一个孩子。是他你的女儿？哎呀，这么快就总会要毕业了。娘姨，哎，叫娘姨好，这样你们都要叫我娘菊。我是娘菊哦，我是娘菊。哎呀，冬瓜呀，来，哎呀，乡亲们啊，我们海县乡卫生院成立仪式顺利结束。我希望乡卫生院各科室各部门在牛梅娘姨的在吴院长的带领下，发扬95上的崇高风采。陈乡长，不要唱高调啦。卫生院啊，就我们2个人，我是医生，兰芳是护士。从今以后啊，好好为乡亲们宽平取死。要生了！阿伯要生了！我们家的女要生了！哎呀，可以超生嘛，尽管超生，随便超生嘛！我找女民娘姨。爹，女生女在，你怎么也找娘姨？哎，你懂什么？当年娘姨把你接生出来的时候，你很舒坦吧？我哪知道啊？反正你娘很舒坦。
嘛，也大得爷，我接生了那么多孩子，我还没有接生过小女呢。哎，生错是一例嘛。那你想想看，没有女，那什么耕地？没有女耕地，哪里的粮食啊？这没有粮食，这人不是都饿死了？所以嘛，女命关天。想不到我当园长第一天是为女接生，女在哪里？哦，去个女包里。这个。哎呀，真乡长，真乡长！娘姨真气人啊！哎呀，真喜气，为女接生找娘姨。哎呀，真喜气，为女接生找娘姨。俺们有心病，生错是你。来来来来来。当年你老婆生男方，你哭成啥样？哎，那不一样。小毛女将来还能生出小女嘛？哎呀，大女啊，那男方将来就不能生儿子了啊！小毛女生出小女可以卖钱，哎，男方将来生孩子能卖吗？不好卖的。歪理，乡长，歪理，不歪理啊！哎呀，有没有娘姨？快救人！救人！出了什么事了？哦，我小姑弟弟怀孕3个月了，可扛着肚子痛得厉害，我擦了好多血。是宫外力，来吧，准备抢救。哎呀，金少，这是你不相信我们娘姨啦？啊，快去快去！哎，好，快点，快点，去吧，弟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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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我了，不要我了。不要我开门！开门！哎，开门呐！哎呀！开门！开门！哇，阿姐在巨人，你不要瞎胡闹。阿姐，弟弟不要我了，不要我了呀！你放心，你放心，不要我了！
哎呀，玉梅娘姨，我小文怎么样了啊？病情稳定了，血也止住了。哎呦，夏天了！生完很许着，要多许下啊！玉梅娘姨哎，以前啊是我对不起你，老是啊把你当背的。啊，喏，这是2条毛巾，4块墨鱼膏，20个鸡蛋，来，小意思哦，小意思啦。啊，金嫂，我怎么能随你这么累着？接丁丁补身子啊，累着。我小吴丁丁和你们家冬瓜谈过对象，后来又没有嫁给冬瓜，你不但不记仇，还帮了我们个。哎呦，这叫我怎么受得了哦？阿婆，医生对病人尽心尽力，这是理所当然的事。冬瓜这孩子啊，也真是可怜。冬瓜，我刚才好像打了他一巴掌，他在哪里？刚才枪击的时候，他在外面闹得很凶，后来就没有声音了。他会到哪里去呢？怎么了？他会到哪里去呢？哎呀，天这么晚了，他会到哪里去呢？哎呀，这次就死人了！冬瓜，来吧，怎么回事？冬瓜，玉梅娘姨，玉梅娘姨，玉梅娘姨！怎么样？往那边走啊！哎呀，你们怎么来了啊？注意安全啊！哎呀，好，咱们走啊！哎呀，真是！哎呀，怎么样？好，往那边走啊！哎呀，冬瓜，风筝雨彩花的迷草木尽，暮阳，路乱在城池，在你的一步一色光，一起望，一岁岁一转一考纲，一点点黑风放的光，一座座灯塔照归航，桥尾照不亮，剩下的声音，孩子的脸庞，民国的人
回家的方向，回家的方向，回家的方一巴掌打在你脸上，痛在我心房，我心房。弟弟呀，我愧为一生伤深深，你愈陷愈深愈癫狂。我愧为己己非竞争，你剧痛必好天心上。倘着你一去不复返，我今生何惧真不长。弟弟呀，求求你将我留，快回到今生旁。回来吧，回来吧。陌上千呼万唤，情断肠。他在哪里？他躺在一处偏僻的沙滩上，浑身冰冷，四肢僵硬。看来他是被潮水冲回来的，已经大气了。冬瓜。
句句早就写好的遗书，遗书上只有7个字：乡亲们需要记住。这封遗书，妈妈看了无数遍，也是这封遗书让妈妈重新回到了卫生院，也是寄望的微笑着面对她的病逝。这几年我在院子念书，一年见不到妈妈几回，不是我不想见她，而是我见不到她。除了吃饭睡觉，她基本上都跟病人们在一起。直到有一天，我也成为了病人，发高烧，昏迷了好几天。妈妈终于出现在我的病床边，那一回她陪了我3天，那3天我是多么幸福呀！醒了，来，妈妈为你喝点粥啊！妈妈，要是我一直病着，该多好啊！傻丫头，请说啥了？妈妈生病了，才与妈妈常陪伴。
妈妈回去去写一份报告，申请早日退休。从今以后，妈妈一直陪在你身边，再也不离开这个家，不离开你。妈妈，啥要算数啊？算数，一定算数，妈妈。妈妈，有事吗？没有什么。小倩，有5个渔民集体15钟头，所谓小倩，妈妈我在没有退休之前，还是岛上唯一的医生。妈妈不能不回去，不能不管。你知道，生命滚天，当医生的责任重大。妈妈，不用说了。小倩，你的病刚有好转，你要多喝水，多睡觉，听医生的话，按时吃药。妈妈过几天就回来看你啊。过几天，说不定我也像冬瓜拒绝一样死了。一句话解开了那么不去怕的情，偏在伤口上演的。这些年亏居的海深，这些年夜来问梦君，多少事就是负伤为这身高，有谁知情人离去不负这生。人间的笑容，背后苦尽一生。
草。想当初夫妻恩爱把般熬，今夜恰是云作残月，风萧萧，风萧萧。我倒忘了，这个时间他怎么可能会在家呢？老公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怎么不能来呀？这也是我的家呀！是我们的家。你今天回来的很早嘛？台风要来了，卫生院没有病人，我回来看看房子会不会漏水。对了，小倩最近好不好？她很好，正准备高考呢。这些年你照顾她，辛苦了。你知道吗？她要报考医学院。真的？不过当医生很累的。他说有意是想体验一下病人们究竟有怎样的猛力，把他母亲的心牢牢吸住。愿意，这是为了体验这个？这也许是天生的，体验不来的。这丫头啊，个性强得很呢。是啊。那言归正传，你看看这个吧。上吊环。对，这张上吊环真是来之不易呀。老公，我还是那句话，等到上来了新医生，我再调理。你真是一壶烧不开的水，你是脑子进水了牛梅啊牛梅，你怎么不想一想啊？夏领导见你又能干又善良，又深得老百姓的青睐，即便你退休了，他们也要留你的，怎么可能缺乏上一个新医生呢？这几年确实在到处请医生来，可是庙太小，请不来和尚。再说到海鲜岛还得靠轮船摆渡，哪个医生愿意到这里来工作？哎呀，牛梅啊牛梅，你已经很对得起这里的人了。一屁股一趴，两家一弄，走人。乡里怎么也得想办法找个新医生来吧。至少现在我不能离开你真是顽固不化。当初我劝你把冬瓜放到金人民院，居家放到远人去，你就是不肯。结果呢？那好，你不要上吊啊！你看看这个吧。这是什么？离婚验遗书。我费尽口舌起了泡，你糊弄于中是稻草。话不投机本居多，一刀两断凡事了。
什么这样鞭长我？是你太杀我，军阀！我还想着退休的那一天起，我再回到你的身边照顾你，叫你当保姆也好，叫你做女妈都行。你是大家心目中的白衣娘姨，我气不气？女儿是娘姨娶是女婆人。是啊，你是名副其实的女公婆呀！我只有2方言，却不管，不管怎样，不管再靠近你。难道曲梅玉地了吗？玉，首先你拿着这张上吊案，跟我到远镇去。有没娘姨？有没娘姨？三哥，怎么了？对面往南道有一产妇难产，打出去恐怕要出人命了。呀，牛妹，这种天气你还要出黑，你命不要！那可是2条人命啊！这台风还没有来，三把还开得动。三哥，走！哎呀，牛妹，哎呀，你要去也得把事签了再去啊！哎呀，上吊啊！我为了你造了多少关系，花了多少心血啊你脑子进水了你！哎呀，这是一张强贼妇吗？哎，牛妹，你也要小心一点啊！哎呀，牛妹，你要叫我往这回来啊！
这一次海上历险，妈妈又多了一个美称——送子观音。这哪里是去送子，简直是去送死！听老人们说，庙里的观音菩萨高手连队，受人膜拜，却不知菩萨是一刀一刀刻出来的，不受的来来苦痛，又怎会普度众生？我妈妈没有那么高大，她的逻辑很简单，她只是说我一条命是能换得两条命，怎么？可我还是不明白，妈妈这样做到底是为了什么？直到有一天，在幼儿园快毕业的时候，我收到了妈妈的一封信，我还有一个珍贵的礼物。妈妈，小倩，进来好吗？知道你最终也选择了妇产科专业，妈妈非常高兴。你爸爸也都好吗？他很早就有了白头发，你有空啊，要带他去算发，这样会显得年轻些。妈妈呀，就要到退休年龄了，退休报告也当了，可是一直没有批准。我想啊，那就再管几年吧，直到管不动了，总会有新的一生来吧。你常问为什么不愿意离开海岛，为此还同你爸爸长期分居。小倩，你不知道啊，很久以前，妈妈有个活泼可爱的妹妹，她叫陈花。陈花6岁的时候生了一场病，烧得很厉害。那时候岛上一个医生也没有，一个也没有呀。半夜里，陈花浑身上下烧得滚烫滚烫的，都开始说胡话了。你外公这才慌乱了。天没有亮，早睡晚没有长，他就雇了一身3班，抱着昏迷不醒的陈花，匆匆送到院医院。那时候8岁的我开始痴痴地想，我要是一个医生该多好啊！
2天过去了，你外公还没有回来，陈花是不是病好了也不知道，我就这样等啊等。直到第3天晚上，你外公一个人回来了，目光呆神，嘴里摇摇晃晃。你外婆一直在问陈花到底怎么样了，陈花怎么没有回来？你外公好半天才开口，他说我结了婚是3块钱，有一股子想把陈花卖了。我没生我，你外婆就昏倒了。那天晚上，我就没有空。我相信陈花还活着。我跑出家门，跑到沙滩上，看着天上的星星。他这么上身，神死了就会化作天上的星星。可是天上的星星这么多，陈花，你究竟是哪一个啊？
小心心。我见他去趟过，他咧嘴笑盈盈，我为他唱歌谣，他怕谁更唱这为了这个梦，我一生把你传到今。风里来，雨里去，远途即是不为了你。每当患着康复时，我好似穿越了春花已经。为了这个梦，这个梦，我泪水到土光阴。男女老少皆爱我把他们当至亲。一生两意是真诚，听在耳朵暖在心。一生两意是心神，不管顾问这份情。一生两意是剧组，我为难自己要听声。一生两意是从头，我义无反顾不当情。一生同一生，这一
却要变年了，妈妈没有什么积蓄，给你买贵重的礼物。妈妈，只能送你这个挺真气，挺真气的演艺之神，走到哪里带到哪里的挺真气。听一听平人之心，便可知一着良心，讨一口你心，多一点内心，切莫也粗心根基万事兴。兰芳，吴园长，娘姨，我兰芳，有什么事说吧。娘姨，这么多年来能跟你在一起工作，我感到很高兴。可是孩子大了要上学，家里一定要我带孩子到远镇去，我。兰芳，你的事啊，我都知道了。在家里没有过难处呢，去吧，娘姨不怪你。想当年，我要是也去了远镇，就不会孤身一人了。我这一走，卫生院就只剩下你一个人了。没有关系，我习惯了，去吧。啊，娘姨，你多保重，我会回来
看你的。兰芳，好好照顾孩子啊！去吧，去吧，去吧。走啦，都走啦，剩下我一个人咯。我宣布，海县乡卫生院院长傅玉梅，妇产科主任傅玉梅，内科主任傅玉梅，外科主任傅玉梅，护士也是傅玉梅。哈哈哈哈！我这个光棍司令啊，全包了，全包了！吴院长，哎呀，吴院长，老乡长，你的叫我吴司令。哈哈哈！报告吴司令，有一个好消息。哎呀，什么好消息？哎，我要退休了。是啊是啊，你都60岁了，应该退下来与家人团聚喽。我走了，道上啊又没有医生了，还是再坚持几年吧。你放心，谢医生很快就会到。这是你知道了几年的退休证啊！有新医生来了，这下我就放心了。来，来，听说你要退休啦？哎呀，我这心啊，就像对了吻一样，难撒哟。是啊，你都过了40年了，这40年呐，哪一天相顾清风？娘姨呀，40年，你为我们做了太多，40年，我们欠你太多啊！娘姨耶！阿婆，要是没有你，我这把年纪早死了。我要不是腿脚不便，真想接你跪下来磕头呀！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！娘姨，我今年也报考了医学院，毕业后我一定会到这里来，像您一样为乡亲们扩病。好。娘姨，接下来的日子啊，我们乡亲们来伺候你。从今天开始，每家每户随时随刻
一顿饭。好，衙爷，今天先到我大员家吃饭。有没呀？这些年辛苦哟，老乡长，谢谢。乡亲们啊，我要宣布一个好消息，吴玉梅同志被广元的兵卫原杰出母亲称号。这个称号我不要。啊，你不要？不要。哎，等等。有奖金吗？哈哈哈！玉梅呀，你什么时候也成财迷喽？告诉你，奖金1万元。奖金立项，奖状不要。啊，这卫生院啊，我等着天子设备呢。这1万元啊，来得真绝是。这是给你个人的奖励呀。反正这个奖我不能理解自己。哎呀，玉梅，因为我是个不称职的母亲。不，你谁之无愧，谁之无愧呀！这海县乡的老老小小都称呼你为娘姨，那就是亲娘的意思啊！你不但节省出了那么多的新生命，还培养出了一个好女儿啊！乡亲们啊！玉梅娘姨的女儿小倩从医院毕业，就想组织申请接母亲的班，来我们海县乡工作啊！妈妈，小倩，妈妈，小倩，妈妈。老公，你也来了。这些年好吗？女儿好，我就好；女儿到哪里，我就跟到哪里。老公，这些年为了女儿，为了这个家，你操碎了心啊！你呀，照顾病人花的精力多了，自然是顾不上家了。自从女儿医学院毕业，就坚持要为黑道工作，我就更加明白
你留守黑道40年的原因啊，委屈你了。老公，哎呀，这么多年来，一直穿着这件白大褂。那这条围巾我已经买了很多年了，今天你围上它吧。围巾。哎呀，我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嘞！我们海县乡通往远征的跨海大桥就要开工啦！乡政府决定登出10枚地，建一所全新的卫生院，院里还派出了医疗团队常驻海岛为大家服务啊！嘿。